请启动。2024台湾灯会法务部矫正署各矫正机关花灯参展成果发表正式开始。今年全台矫正机关总共有90件花灯作品参加台湾灯会机关团体组比赛，最后49件得奖。而且台南第2感觉，阁以鳌龙腾耀杨府城、国运昌隆庆400得到灯王殊荣。法务部矫正署长周辉煌表示，矫正机关自民国85年起参加灯会比赛，除了会当让受刑人发挥创意，也为制作过程当中培养耐性，并悔改自身的过错，同时也培养着一技之长，未来也顺利回归社会。我们花灯大概是85年开始，在花灯之前，我们矫正机关没有花灯比赛。我们是有壁画比赛，那后来我们觉得花灯的可看性比壁报来得好，它可以有音响，可以立体，而且花灯更有一技之长。受刑人在经由花灯的制作当中培养他的耐性，从所谓的做中学，在学习中去体悟。体悟之后，他会改悔，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做这些事情从这个所谓的改悔，在做接续维护社会复归，对他的有一技之长，另外对他的更生也有非常帮助。交通部观光局副局长林信玲表示，观光局自2009年起，甲矫正署合作办理矫正机关花灯比赛。多年落来，也让灯会质量向上提升。2009年就跟我们矫正署来合作办理这样子的花灯的竞赛那么这么多年下来，其实也让整个台湾灯会在灯的质量还有一些竞赛上品质一直的往上提升。那更重要的是，就是更生人这些同学们他们在这个服刑期间非常认真的投入，然后实际上，随着台湾的花灯在世界上可以讲是绽放变成在之后呢，在工作上也有一个新的发展。台南第2感觉灯乐长叶俊宏指出，灯王的作品结合台南400甲亮的元素，以龙头立于身，呈现独占鳌头吉祥意涵，也代表正向转化过程，一切正理好的发展阶段。台湾灯会高铁灯区为2月4号启灯，展览持续到3月10号为止，个人朋友千万唔通错过。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